即刻起咗步啦。第7場次第4回合嘅 A 組，第1線道蒲台之友，第2線道南丫北娛樂路，第3線道龍之友，以及第4線道嘅綠洲洪慶路。睇緊啊！好啦，問你點睇啊？而家睇出去。或者好睇你喎，喂，你睇睇緊佢。而家暫時睇到嘅領先緊嘅係蒲台之友嘅。蒲台之友係1號線。